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生態攝影頻道，我係黃俊傑。今集嘅奇妙大自然將會介紹香港嘅蛾類。蛾類同蝴蝶一樣，都係屬於鱗翅目。鱗翅目係昆蟲綱中第二大的目，包括蝴蝶及蛾類。鱗翅目屬於完全變態的生物，卵、幼蟲、蛹、成蟲。成蟲包括有一對翅膀可以飛行。蝴蝶同蛾類最大嘅分別係，蝴蝶日間係可以見到，而大部分蛾類則晚上才能見到，而且蛾類係有趨光性。全香港有超過2500種蛾類，包括有啲顏色好靚，有啲可以成塊面咁大嘅，所以係非常之神秘美麗嘅一種生物。例如影片中嘅白寬尾赤蛾。咦？點解影片中咁多隻蝴蝶嘅？哦，原來唔係蝴蝶，係黃緣丸赤蛾。大部分嘅蛾類都中意攤開對翼休息，亦有少部分嘅蛾類好似蝴蝶咁樣合埋對翼休息。現在我會分享由我拍攝嘅蛾類相片，希望大家喜歡。今集嘅影片已完結，感謝各位觀眾嘅觀看，下條影片繼續見，拜拜。